名模熊黛林向來中意跳舞，近日揾跳舞老師學跳中國舞，再重拾兒時嘅樂趣。佢表示一直都好想學跳好靚嘅中國舞，而當年學跳嗰陣只係得10幾歲。着上粉紫色紗裙嘅佢，起舞嗰陣紗裙飄逸，而喺學習期間，佢嘅舞姿略為有點生硬，而且一度企唔穩。但經過2個鐘頭嘅學習，雖然身體好攰，成個背脊都係汗，衣服全濕，但佢對自己嘅跳舞作品感到非常滿意。有唔少嘅網民都大讚佢好靚，要努力堅持。亦有唔少嘅網民竟然錯重點話跳舞老師氣質好好，跳舞老師好靚啊！東網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蔡小芬，又係龔秀峰。咁呢，我最難忘嘅 Christmas 呢，應該就係每一年我可以誕生我另一個 baby 嘅時候啦，即係我嘅小朋友一出世同我過嗰第一年，就又係我最快樂嘅時候啦。咁其他都冇乜嘢噶啦，總之就一家人喺埋一齊，我就覺得好難忘噶啦。各位聖誕快樂，Merry Christmas！